F1 2026今個禮拜正式開季啦，不過大概例分析啊、引擎壓縮比爭議啊、引擎優勢等等嘅話題呢，其他同行應該講過啦。咁我 MC 就直接登車講下 F1 2026年嘅5大預言啦。Aston Martin 今季係報銷嘅，呢副代號 H001 嘅康底引擎呢，可以話係錯得嘅都全部錯晒。電池方面呢，用咗一個好緊湊嘅垂直疊加式電池組啊。喺內燃機高轉嘅時候呢，啱啱好同電池組支撐結構產生諧震啊，即係兩個部件嘅頻率好夾，個 vibe 好啱啊，大家越嚟越啱傾，咁結果呢就累積咗更加多嘅能量啦。正所謂物極必反，最終呢太多嘅能量呢係會震爛咗啲焊接位啦，電池會滲漏啦，再嚴重啲呢會震爛埋個 ECU 啊、波箱啊、齒輪等等。艾朗素亦都投訴過啊，副計咧上到1轉呢，個倒後鏡咧震到乜都睇唔到嘅。內燃機方面啦，為咗追求極致嘅壓縮比，即係同一滴油要爆出更加多嘅能量，即係俗語講嘅燒到盡啦。但係咧就出現咗一個非預期嘅震爆，喺低速彎嘅時候咧，個馬力輸出唔夠線性，無啦啦會一大啖力推咗出嚟咁樣。除咗係挫之外咧，對個波箱咧都好大負荷嘅。喺 MGU-K 同埋 Turbo 方面咧，由於今年冇咗 MGU-H， 冇電咧去推喐個 Turbo 啊，要完全靠廢氣去推動佢。於是咧，每一隊咧都有一個電子廢氣旁通閥嘅。咁一個由電子控制嘅閘門啦，決定啲廢氣走去邊嘅。收油廢氣少咗，就閂咗個閘去100% 谷落去個 Turbo。調翻轉啦 ，Turbo 壓力太大咧，就會開翻個閘門，疏導去另一個管道嚟排出，就唔經過 Turbo 嘅。喺大直路尾咧，就會閂少少個閘門，谷多啲氣入去個 Turbo 度，推高個轉速差電。Honda個問題就係個軟件計唔掂數啊，喺叉電同埋維持轉速方面咧就舉棋不定啊。結果個能量嘅回收比咧係比平時引擎咧少咗10%嘅，即係喺大直路度早100米咧就冇電啦。電腦啊計錯數，硬件就震到爆。Aston Martin 咧數到最 fit 嘅咧應該係車手艾朗素啦。到底艾朗素個八字係咪唔夾本田嘅咧？次次合作都瀨大嘢嘅喎。咁搞法，艾朗素分分鐘提早轉去揸 IndyCar 去追逐賽車界嘅3大滿貫嘅 Indy 500嘅嘞喎。我哋仲見到艾朗素幾耐咧，就要睇下架 B 版賽車咧幾時砌得成。法拉利長期都係3甲嘅位置，2026 is our year。法拉利2026整體咧都係進步咗嘅，話晒都放棄晒25年大半季去砌今年架車啦。今年就用咗個同本田平治唔同嘅細 turbo， 咁喺低速彎嘅時候廢氣就更加容易推喐隻 turbo 咧更少，咁就更快可以推到一力出嚟啦。咁所以法拉利副引擎咧低速彎咧出彎係幾有睇頭嘅，而 brake 位叉電咧都係全場最穩定嘅。喺長距離模擬當中咧，亦都好少出現大直路尾斷電嘅情況。喺今年講求叉電放電管理嘅情況底下咧，都算係解決咗一大嘅問題。Aero 改善咗咧，抓地力增加，對輪胎嘅損耗咧減少咗嘅，都可以減少到輪胎溫度嘅問題。條尾胎去到比賽尾段冇 grip 嘅情況咧，應該會大大改善嘅。咁啊，提大家啦，25年中國站Leclerc臨時轉做一停，條硬胎行足40個圈啊，磨到差唔多冇胎咁滯啦。過磅嘅時候就輕咗200 gram， 差啲俾人 DQ。而法拉利個 E-Race Gauge 嗰度咧就經一事長一智啊，加埋個重量嘅估算系統，咁啊計埋條胎會唔會蝕得太快，咁啊自動調校個動力嘅輸出，避免重蹈覆轍。不過 Shell 今年嘅油咧雖然抗爆表現係好咗，但係廢氣咧會有微量嘅膠質沉澱啊，即係個引擎派膠啊。法拉利平時派膠就多啦，但係今次派膠咧就有機會塞住 Turbo 嘅葉片，破壞咗葉片嘅空氣動力學啊，就令到 Turbo 嘅效率下降啊。更加嚴重咧，啲膠咧就可能會塞死咗個 E-Race Gauge 嘅，咁啊令到個閥門咧更加難推動，反應慢咗，叉放電咧就冇咁精準啊。更嚴重咧就係因為條氣唔順啊，熱力排唔走而不斷累積。Turbo 油咧就會變成一啲硬碳，
而偈油咧亦都會太熱而變質，失去咗保護嘅能力。而法拉利本身細 turbo 咧就轉速更加高啦，所以對葉片派膠嘅情況咧係更加敏感嘅。所以喺熱方面咧，法拉利確實係有隱憂嘅。即管去到啲場地溫度高嘅比賽當中，我哋又睇下法拉利面對熱衰竭嘅情況，佢哋又點樣改善啦？平治絕對係2026年嘅大熱啊！平治咧都同樣要面對引擎派膠嘅問題嘅。不過平治嘅燃料合作伙伴 Petronas 咧，就喺燃料當中加入咗一啲無灰分分散劑，就算燒唔晒都好啊，都只係會留低一啲微量嘅乾粉末，就唔係好似法拉利咁樣派膠會塞住 turbo 啊同埋其他嘅問題。正正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亦都導致到 Petronas 咧喺最後一刻咧先得到 FIA 燃油嘅認證嘅。而平治獨有嘅技術，令到偈油除咗保護引擎之外咧，都會用埋去冷卻 MGUK 嘅電池線圈。而呢隻偈油咧，一定要係唔導電嘅，咁可以直接淋上去 MGUK 最熱嘅線圈上面。唔導電係成個技術嘅重中之重啊！萬一係通咗電嘅話咧，係會直接導致短路咧嚟燒爛嗰隻摩打。平治獨有嘅偈油冷卻線圈技術咧，可以將佢嘅溫度減低15至20度嘅。而銅線嘅溫度越低，電阻越少。電阻越少咧，即係代表能量損耗咧少咗。咁相對其他車廠放電嘅時候咧，蝕少咗，咁就有直接更加多嘅馬力咧推落去摩打嗰度。咁就每一度電咧都用得着啦。由於放電嘅功率固定咗，要贏其他車隊咧就要贏喺個效率嗰度啊，即係熱損耗比較少。咁平治引擎咧就可以比對手放電多大約0.5秒左右，即係放多幾十米嘅電啦。即係例如法拉利咁樣冇呢個技術，咁佢喺長期放電當中咧，嗰個電池咧就會開始過熱啦。咁如果過熱咧，就要開始保護佢啦。咁所以就會減到放電咧去300個 kW 嘅。但係咧平時咧就可以一直保持住350個 kW 咧，而唔腳軟喎。亦都係因為 MGUK 同埋內燃機冷卻系統2合為一啊，亦都慳咗一堆水泵啦、水喉啦、散熱器同埋冷卻液嘅重量嘅，幫平治慳咗2到4公斤嘅。咁慳咗個重量咧，就更加方便攞嚟做重量分佈嘅調校啦。喺今年講求電控嘅賽車上面咧，平治呢個技術咧可以話係走在起跑線嘅。不過呢個設計連 AMC 都知道嘅時候，幾時會俾人抄到呢？個優勢下年仲 keep 唔 keep 到呢？不過 F1 嘅世界係咁噶啦，贏得一場得一場，贏得一季得一季。下季平治咧又可能再放啲暗黑兵器出嚟再贏噶啦噃。奧迪注定中游分子啦。奧迪喺 F1 方面咧，完全係由零開始嘅，由引擎咧到車身嘅 aero 都係要自己研發嘅。你以為佢知道新嚟嘅時候有啲咩驚天動地泣鬼神嘅獨家技術掌握到，好似早幾年嘅平治咁，所以點樣都要走入嚟啊？唔好意思啦，奧迪連最基本嘅內燃機輸出都少過人哋20匹，都再冇多餘嘅力咧去叉電啦。咁叉唔到電即係冇電放啦，導致佢哋喺直路尾咧更加早咧比其他車隊斷電嘅。奧迪喺設計電嘅時候咧係非常着重個安全嘅，咁所以就用咗一個好厚嘅隔熱層啦，同埋金屬外殼，體積咧係比平治大15%嘅，變相將其他系統咧都要向上發展，架車嘅重心咧自然去升高啊。而侯根寶亦都投訴過架車喺快彎度咧係好鬼死鈍嘅，亦都即係因為個重心嘅問題啦。而嚿電都係用緊傳統嘅散熱方法咧，喺大約15圈左右咧就會出現過熱嘅情況。咁為咗保住嚿電咧，直路尾咧就只能夠 detune 去到200個 kW 嘅放電嘅啫。奧迪都嘗試過將佢哋喺勒芒嘅成功經驗咧帶過嚟 F1 嘅。咁佢哋有一套能量流管理軟件嘅，係透過 GPS 數據咧同埋 sensor 咧提前判斷邊個彎可以叉盡啲。咁啊，所以佢哋叉電嘅效率一啲都唔差嘅。電池嘅焊接技術咧，亦都令到佢哋可以用一個極低電阻嘅方法串連埋一齊咧。核心嘅熱量係減少咗8%嘅。而呢個能量流管理軟件咧，喺出安全車或者虛擬安全車嘅時間咧，分分鐘係奧迪嘅反級喎。喺安全車期間呢個速度慢咗，咁個內燃機咧就有多餘嘅力咧去用嚟發電嘅。咁個能量流管理軟件咧可以維持引擎喺高轉度叉電啊。咁喺重新比賽嘅時候咧，
對手嘅叉電效能係冇奧迪咁高，咁所以咧喺對手未叉咧節電嘅時候咧，奧迪已經滿血復活啦。不過奧迪目前咧都係孤軍作戰咧，得自己一隊用奧迪引擎，亦都冇衛星隊去收 data。季中嘅研發估計都係會落後噶啦。咁啊，以奧迪財雄勢力嚟講咧，中游分子咧應該都受得住嘅。最後嘅預言就係 Red Bull 係會重返奪冠嘅分子啦。賽前普遍認為 Red Bull 轉用 Ford 嘅引擎咧係會遇到穩定性嘅問題嘅，結果更大鑊嘅係 Honda，反而咧 Ford 喺測試當中咧跑咗2000個圈嘅，擺脫咗以往玻璃引擎嘅黑暗日子。通過 Oracle 引入咗全新嘅 AI 技術，可以準確咁樣估算到引擎喺每個彎叉電放電嘅程度，邊度可以慳啲油啦，邊度可以出彎嘅扭力用多啲啦。仲可以估算埋對手有幾多電剩低，提示翻車手留多啲電咧，定係放多啲電爆過對手嘅。雖然 Ford 嘅引擎咧就冇平治嘅一油兩用黑科技，但係佢嘅軟件可以精確咁樣控制冷卻泵嘅轉速同埋電力回收嘅效率，成功咧將電池嘅熱衰竭咧推遲咗好幾個圈㗎。雖然韋少就話呢條新例之下咧係似揸 Formula E 嘅。唔係圈圈都劈到盡咧，就冇乜人嘅。不過佢咧已經揾到獨門嘅叉電方法啦。喺大直路提早收油咧，提早叉電，就遲啲落迫力，然後連拖2個波，令到引擎咧長期都 keep 住喺紅燈高轉嗰度叉電嘅。而呢種谷高轉嘅韋小叉法咧，係比其他人咧可以叉多15至20% 電嘅。雖然咧會犧牲直路尾大約5至10公里嘅極速。不過可以換嚟滿血嘅爬頭毛咧，用嚟叉電咧就好過要嚟谷 top speed 喎。當然大家見到韋少咁叉法就梗係有樣學樣㗎啦。不過對於法拉利啲細 turbo 嘅車嚟講咧，turbo 本身轉數咧已經好高㗎啦。如果再揀谷高啲嘅話咧，可能係會整壞隻 turbo 嘅。喺今季講求叉電放電管理方面咧，Red Bull 嘅硬件同埋軟件上咧基本上係 ready 晒㗎啦。咁轉會 Ford 咧，亦都係目前睇落係正確嘅。哇！如果今年 Red Bull 繼續同 Honda 合作，又會點呢？黑面嘅係韋少啊，定係笑嘅係艾朗素呢？即係5大預言咧，就分析到呢度啦。咁各支車隊嘅排名會係點呢？我覺得平治掌握嘅黑技術會第一啦，第二就係 Red Bull 硬件軟件都 ready，第三法拉利就各方面都有 upgrade。麥拿倫咧就蝕咗個冠軍稅咧，風洞研發嘅時間少咗。咁啊，哈士舊年都長期保持穩定，咁應該今年食住法拉利引擎，咁都可以 keep 到嘅。奧迪又絕對中游啦，咁威廉士同埋 Alpine 兩個平治引擎嘅用家咧，威廉士嘅 Aero 應該會好過 Alpine 少少嘅。咁啊 Racing Bull 應該都要負起一啲測試嘅責任啦。Cadillac 就全新車隊第一年嚟 F1， 咁啊需要啲時間去學習下。咁啊好在有個 tune 得好好嘅法拉利引擎嘅幫住。數到最尾就一定係 Aston Martin 噶啦，引擎唔得，軟件唔得，咁都仲要睇下個 B 版賽車幾時砌得成，幾時可以完整咁樣賽完一個比賽啊！出片嘅時間咧，墨爾本站應該都過晒自由練習嘅時間㗎，順便就登埋個 MC4 重彩。羅素第一，咸美頓第二，陸克萊第三，韋少嘅第四。咁啊，希望你哋嘅愛隊喺2026年都會有個好嘅成績啦！我哋下次再見啦〜